所以咱更较爱恳求主帮助咱，互咱家庭咱的心神对上帝话语会认真甲殷勤，因为真正会当救咱的是咱的主，是咱的上帝。所以为了咱会当三甲有上帝的话，真做咱一生的引带，有上帝的圣灵来引带咱。咱为了这来感谢上帝，因为伊对起头来竞选咱，一直到今仔日，咱伫个殿中，咱为这来感谢，也为了今仔日的礼拜来祈祷。邀请恳求圣灵，搁再一届降临伫咱当中，互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来到伊的面前的时阵，互伊的欢喜、喜乐、平安充满伫咱的内面。互咱对着心内底欢欢喜喜，甲主相连。每一届敬拜了后，咱的活命是得到更新的。感谢主的听堂，也为着咱教会内底身体抑个软弱的兄弟姊妹祈祷。为着成昌兄，因为中风即马住伫即个永康迄个所在，迄个营总遐，所以为着伊来祈祷，愿上帝保守看顾。咱也恳求主继续保守引带咱，咱也求主伫咱的身上保守，互咱无论伫倒位，无论伫任何的环境内底，咱有一个代志，就是摇花上帝是咱的倚靠，是咱的力量。嘛为着继续为着即个文礼者为着文礼者祈祷。伊即马住伫奇美的所在，即个身躯有2、3种癌啦所以求主保守、怜悯、照顾。伊已经做电疗、做线，即马要继续做化疗，所以愿上帝保守，也特别安慰、照顾伊厝内面的人。那么为着咱家己的身体有健康、有平安，实在着感谢伫主的面前。即使咱也是阁有知影其他兄弟姊妹，咱拢伫主的面前来提名为因祈祷。上帝应允咱。照着大鼻王伊所讲的，主啊，有一项代志我向你恳求，就是我一生一世踮伫耶和华的殿中，向上帝你来求问，恳求上帝你的恩典。所以咱有这款的福气，有这款的应允，有这款的保护，咱为了这同齐开声来祈祷，来感谢，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哉，圣哉，主啊！阮伫你的面前仰望你的听堂，赐阮保守看顾伫阮的心上，为你所成就一切美好，继续帮助阮。独独你是我的主，你伫一切的事上保守看顾阮。主啊，你的内面的确要引带赐福，互阮会通进入伫主你的内面。阮感谢主，对着阮今仔日伫你的恩典内底，阮得到一个好的天气。主啊，阮伫你的面前仰望你的听堂，继续赐阮伫阮的身上。主啊，特别恳求你赐阮保守，互阮进入伫主你的内面，活伫主你的内面。主啊，阮为着这个时刻，伫你的面前仰望你的听，耶和华你赦免我隆重的罪过。主你咧敲找器具，通好来录音。主你赦免我到单也无准备好，但是我恳求。主啊，是互我较无你，互我变做强大，互我有你的圣洁。主啊，互我有人和人当中美好、亲密、正确的关系。主啊，这拢是你所欢喜的。但愿你伫我的身上成就这一切的美好。主啊，照着你家己美好的恩典，赐福伫你的教会，世间为着文礼做祈祷，为着成昌兄祈祷。主啊，也为着家己来感谢。主啊，阮仰望你伫这个世代继续扶持、坚固阮的心，坚固阮的心，特别保守，互阮进入伫上帝你家己的听。主啊，阮实在是仰望你，因为除了你以外，阮并无别个通所倚靠。但伫主的内面，阮就有平安。主，阮要感谢你。主啊，你看见，你对天顶看到。世间遮尔济艰苦，遮尔济卑微的人，因着你的听，你着对天降临来救赎阮。
来体验阮的生活。原来一个瓦克主的生活是遮尔啊挑战，主啊，总是你有缘安尼来帮助阮、陪伴阮，为着要互阮会通有即款适当并且是合法的官兵，重新倒转去到爱殿园。主啊，阮所以感谢你，愿你继续保守帮助阮，引带阮伫一个罪恶的世代内底，愿靠主继续会当伫圣灵的感动引带内底，愿顺探，愿照主你的话语来行，阮就进入到绝对的平安内底。加添阮的快乐心神，互阮倚靠主，伫一切事上得胜，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接续咱搁要伫主的面前来祈祷，求主继续施恩伫咱的教会。咱的教会要诚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咱感谢主，有真侪兄弟姊妹参与伫无同款的团体服侍，无论是伫咱社区的关怀据点。或者是每一个月有一摆伫即个咱的友好中心伫迄个所在福音的行动、文南里的福音行动，还佫有咱的优活绿园的即个文乐优活园区的即个福音行动，咱伫做面前祈祷，教会的确要诚做一个分享、听甲关怀的教会。咱求主继续施恩帮助咱。互咱每一个人会当三甲做伙伫遮个事上倚靠主，满得快乐，并且互安乐圣教会、圣安圣教会进入上帝伊设立教会的荣耀内面。咱同齐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你愿意万人得救，无愿意任何到一个人来沉沦。主，我要感谢你，为着你赐恩伫阮的心上的，阮伫你的面前仰望你。但愿赐平安的上帝保守看顾，互阮进入伫主你的内面，甲主你相同行。主啊，阮伫这个日子内底，怎样倚靠你？你是阮的主上帝，主这段伫阮当中。主啊，对着个人，对着教会，你拢要亲自保守引带阮，互阮进入伫上帝你家己的丰富。主啊，独独你是阮的倚靠，是阮的帮衬。要伫这个世代内面继续扶持照顾阮，互阮进入伫上帝你家己丰富平安稳定的内面。你的确保守，主啊，伫这个世代继续持阮。主啊，阮所以为着遮来感谢，你是主，全能的主，你是上帝，活活的上帝，要伫阮的身上成就一切美好。但愿感谢主，为着阮今日会当伫主你的面前。三甲做伙，同心来服侍，感谢上帝你的听痛为你伫阮当中所行美好的救赎，来感谢伫主的面前。主啊，互阮伫你的内面，阮的心是欢喜的，是平安，是稳当的照主你所应允的，传福音报好消息的人，这个人伊的脚热河顶的水。主啊，阮实在是感谢你，原来阮的脚的水。是因为阮伫当中带着平安的福音，分享关怀照顾，安尼阮就伫主你的内面领受遮尔丰盛的恩典。愿荣光归于你，愿你路用你的教会，主啊，互阮加入伫你的内面，甲你同行，甲你同享荣光。恳求祈祷感恩，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来，请保元兄来报告。各位兄弟平安，平安。我来做消息的报告。今年这个大人教会电钱有较济，请兄弟协助来留意，养成随手来关电火、关电器，比如电风、冷气等等的好习惯，一直来节约用电，听教会。第二，为了鼓励兄弟会伫主堂参与崇拜，对9月份起将先暂停2楼收奉献的服侍。更加体谅甲配合。第三，9月12至10月16，为期35日，教会配合全国祈祷网络这个 S-HIT 属灵高关度干协的训练，每一日抄写圣经1章，
学经心得200年以来，每一日讲为着国家元首、教会牧长、新人、教会守望的祈祷，敬邀兄弟当来操练，将会另外成立一个群组，要彼此代祷甲鼓励。第四，9月21日就是礼拜日，第一堂及花语堂主日的崇拜，将邀请前校正署署长吴宪章、陈秀荣夫妇莅临本会，要来分享见证。欢迎兄弟有较侪邀请到牧道友一齐来莅临参加主日崇拜，共享主恩。补充报告，第5条务书将伫9月7日至16，就是今仔日到即个后礼拜2，将前往中国宣教培训。敬兄弟为着牧者的侍奉及行程，平安大道。感谢补充报告。无即时要行敬拜乐团。可以，感谢这位恩典，咱搁再一届伫上帝殿中来聚集。伊是听的主，伊是荣耀的主，值得咱一切的敬拜甲学乐。咱所有同齐伫主的面前，同齐做伙来敬拜来学乐。咱邀请兄弟姊妹三甲做伙起立，同齐来吟唱诗歌来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荣耀尊贵，能力冠冕归伫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能力分辨，能力冠冕归伫你。你是我主，我的救主，你到永远。我敬拜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荣耀尊贵，能力冠冕归伫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冠冕归伫你。你是我主，我的救主，你到永远，我敬拜你，荣耀尊贵，你的无比，上帝惊你，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无比，上帝惊你，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你的无比，上帝惊你，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你的无比，上帝惊你，耶稣我的主，
路亚，哈利路亚，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荣耀尊贵，能力冠冕归伫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冠冕归伫你，你是我主，我的救主，你到永远，我敬拜你。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主是荣耀尊贵的主，所以咱嘛是荣耀尊贵的百姓。咱伫主的面前来祈祷，恳求上帝将圣灵的能力、恩膏、恩赐加添伫咱的身上，互咱真侪大有能力、权柄、欢喜抱团救恩福音的教会。咱为着咱家己来祈祷，互咱伫基督的内面继续长大成熟，会当甲主的圣灵三角同工，大有能力、权柄、尊贵，将着基督救恩的福音传往咱的厝边隔壁。咱同齐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是阮伫你的面前来感谢你的恩典，你的确要来赐恩伫阮的身上。当阮同齐来到伫主你面前的时阵，阮相信伫你的内面有绝对的平安，你要保守看顾甲引带，你亲自成就一切的美好。主啊，你是尊贵、万能、永光的主上帝。主啊，阮所有伫你的面前，也要真侪尊贵、荣耀、权柄、到永光的百姓，你的子儿。主啊，阮所有伫你的面前恳求，伫今日搁再一届，加添阮的心神快乐。主，阮仰望你，仰望你的阳光，仰望你圣灵的能力甲恩膏。主啊，阮欢喜来到你的面前，愿你来照明阮，互阮亲像你的圣洁，亲像你的伟大，亲像你有欢喜会当伫基督的真理内底欢喜，伫上帝的恩典内底来欢喜，因为你是爱阮欢喜的主上帝。主啊，你讲伫五梦中有欢喜，伫艰难中有五梦。主啊，阮感谢你，阮宣告你的能力要赐恩伫每一位兄弟姊妹身上。主啊，互你叫倒转来，互阮甲你同齐做伙行，甲你同齐同享荣耀，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前来敬拜荣耀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荣耀尊贵，能力冠冕归伫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冠冕归伫你，你是我主，我的救主，你到永远。我敬拜你，荣耀尊贵，能力冠冕归伫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冠冕归伫你。你是我主，我的救主，你到永远，我敬拜你，
荣耀尊贵，能力冠冕归定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冠冕归定你。你是我主，我的救主，你到永远，我敬你到永远，你到永远，我敬拜你。哈利路亚！感谢主的恩典。现在兄弟，请坐。主是我困难，我困难，主是患难中困难，主是我帮赞，我帮赞，主是随时帮赞。主是我照伴，我的照伴；主是坚固的照伴；主是我困难，我帮赞；只有主是照伴。大地随会改变，万山随会摇动，大海花大洋滚高，总是咱拢免惊讶。是我困难，我困难，主是患难中困难，主是我帮赞，我帮赞，主是随时帮赞，主是我照伴。我的照伴，主是坚固的照伴；主是我困难，我帮赞；只有主是照伴。大地随会改变，万山随会摇动，大海花大洋滚高，总是咱拢免惊吓。地随会改变，大地随会改变，万山随会摇动，大海花大洋滚高，总是咱拢免惊吓。
为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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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哦。圣经安尼讲，耶和华我要往山来仰望，我的帮赞是对造天地万军的耶和华所来。伊是我的石盘，是我坚固的关台，因为伊固守我，我就无惊吓。哦，亲爱兄弟，咱为着咱家己来祈祷，为着咱的城市来祈祷，为着咱的国家来祈祷。你的活命内底有啥物款重担？写予主，因为伊顾念你。圣经讲，你住伫迄个城市，就为着迄个城市恳求平安。迄个城市若平安，你也会得到平安。就为迄个国家来祈祷，因为掠耶和华做上帝，迄个国的国权才得到稳固。求主赦免咱，求主怜悯咱。求主更新咱的国家，互咱认捌主上帝，互咱行上帝欢喜的事，离弃偶像，离弃歹代，互咱遵主的话语，做治理国家的重要的政策。咱三甲开声，为家己、为城市、为国家来祈祷，请圣在、圣在、圣在。至圣的主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来祈祷，你来保守看顾因带阮，阮伫你的面前来感谢你的听头。主啊，是你，互阮有祈祷的气力，互阮有祈祷的权柄，阮来感谢你。主啊，你是迄一位疼惜阮的主上帝。主啊，我要喜乐，要倚靠你。主啊，着喜乐，你讲着喜乐，着常常喜乐，着欢喜，着感谢，因为耶和华上帝是赐恩的上帝，要甲伊的百姓三角徛起。主啊，阮所以来感谢你，将上赞乐乐荣光归乎你。主赦免阮的城市，主啊，赦免我心中有偶像，人生的目标有偶像。主啊，我恳求你帮助我，互我会当追求甲你同行，追求活伫你的内面，追求甲你同工，追求你的荣耀。哈利路亚！主啊，为着台湾这个土地，为着台湾这个国家，会当活伫超取上帝、军队上帝、甲主你同行的国家。主啊，互做义的有缘实义。主啊，万项代志会当伫其中一直快速的进步。主啊，阮所有伫你面前，也得快跑来军队里。主啊，是快跑来军队里，赶紧做工，因为黑暗期就要来了。感谢主，你提醒我，帮助我，引带我，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谢谢你，主伫这个世代，我们来跟对你来行，不是行阮家己的路，因为对你行，活命才有真实的平安。甲你同行，阮的人生就会得到上水的引带。咱三甲起立，咱同齐吟唱这首的歌。我要甲主做伙行。经过溪水爬山岭，有伊做我的牧者，什么代志拢免惊，无论是雨也是土，拄着日头甲风雨，万事一地照顾。我是
用心来交通。我有耶稣，一世人甲我作伴，伊的疼痛永远袂散，予我心灵真正快活。这路上新的祝福，足足满满，我要甲主做伙行，我的需要伊知影。当行过日日夜夜，伊的稳定真高雅，我无家己的竞选，一切拢是伊掌管。但愿我心的完全，爱伊对伊到永远。我有耶稣，一世人甲我作伴。通永远袂散，予我心灵真正快活。这路上新的祝福，足足满满。我有耶稣。一世人甲我作伴，伊的疼痛永远袂散，予我心灵真正快活。这路上新的祝福，足足满。这路上，这路上新的祝福，足足满满。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为听降生来到这个世界。担当阮所有一切罪所带来的苦楚，并且你为阮受苦了后，对死搁活，来证明你是无罪的，你是赢过死亡的主耶稣，你是万王的王，你是一切权势的君王。阮所以有盼望，阮所以有喜乐，有平安，阮感谢你，感谢你牵阮的手，甲你做伙行，互阮伫你的圣洁荣耀，并你逐样丰盛的慈爱内面，三甲有份。阮感谢你，阮将荣光拢归乎你。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同齐来上读诗篇23篇，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引带我伫通安息的水边。伊予我的灵魂精英，为家己的名引带我行义路。我虽然行过死命的幽谷，也无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拐，你的竿，拢安慰我。伫我对着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抹了我的头，互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要有恩惠慈爱对着我，
我要踮伫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免。请坐。咱要同齐来上读经文第36篇，经文36篇，我来摕，请各位兄弟来用。若是有好，咱三甲做伙做一声上读。耶和华，我对深处向你求告。主耶和华，你若要救出罪孽，谁会当伫你面前徛住呢？我听候耶和华，我的心听候。我的心听候主，看赢顾暝，听候天光。以色列啊，你着仰望耶和华，因伊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阿免。咱感谢主的恩典，上帝的确要赐恩，伫照伊的话语来行，并且甲伊三甲同行的百姓。咱即时掀开周报第4面，咱同齐做伙来上读。今仔日主要的经文，咱同心来上读，请。天使讲，你毋通伫即个囡仔的身上落手，一点仔毋通害伊。只是我知影你是敬畏上帝了，因为你无将你的囝，就是你独生的囝留落无互我。阿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牛公，两个角刻伫稠密的小树中。阿伯拉罕就取了迄只羊公来献做烧祭，代替伊的囝。阿伯拉罕甲迄个所在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有有庇。直到日人也讲，伫耶和华的山顶必有有庇。阿伯拉罕因着信受试验的时阵，就甲以撒献上。这就是迄个欢喜领受应允的，将家己独生的囝献上。论到这个囝，捌有话讲，对以撒生，才要称作你的后裔。伊掠做上帝，也会当叫人对死里国活。伊也亲像对死中得回伊的囝来。恁查考圣经，因为恁掠做内中有永生。甲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经，并且知影你是对细汉明白圣经。这圣经会互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拢是上帝所默示的，伫教是督责，互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拢是有益的。互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备办行逐样的善事。耶和华讲，我要立约，要伫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伫遍地万国中所未捌行的。伫你的四围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耶和华安尼讲，恁乃当废去我所立白日乌暝的约，互白日乌暝无照时轮转。就会废去我甲我仆人大必所立的约，互伊无囝伫伊的宝座上做王，并且会当废去我甲侍奉我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阿免。搁再一届，咱三个来祈祷。天父上帝，阮伫即时三甲做伙，就集伫你的殿中。主，阮有真济重担，有真济压力，有真济阮看念的代志。总是主，阮向你恳求一个恩典，
将迄个清心的灵赏赐予阮，通互阮得到你所应允清心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看见上帝。主啊，帮助阮，互阮真正伫你的内面，特别伫这个时刻，主你加倍将这个恩典赏赐予阮，互阮专心来朝见你的面。伫你的内底，甲你同行，就亲像玛利亚，将到所有的代志，暂时拢甲伊藏咧。甲主你做伙的时阵，就是专心做伙。或者甲主你做伙，甲兄弟姊妹三甲同齐敬拜的时间，成做一个纯度非常悬的组织。愿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所要讲的，其实是我看另外一个牧师伊所分享的信息。我感觉伊所分享的信息内底，对我有真大的帮助，并且伊甲这个题目也落了真好，就是叫做属灵的资产 ABC。其实你会看到属灵的资产 ABC。这个是 OTA，OTA 就是这段 ，B 就是 Bible，believe， 相信圣经，圣经是值得咱相信的。佮另外一个资产 C 就是 Covenant， 盟约。所以咱的人生，咱对上帝三甲做伙组织，咱伫主的内面，其实是有资产的。来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其实你足好嘢，甲伊讲。所以。咱的好嘢咱的好嘢是建立伫咱有一位主，伊帮助咱，伊引带咱。所以这当中咱的确着爱伫也明白伫上帝恩典内底。今日咱所读的圣经内底讲其实是写到亚伯拉罕伊的第四座这段。亚伯拉罕一生去了四座这段，或者是讲圣经记载伊去了四座这段。伫这段内底伊一项一项伫当中甲上帝有亲密亲近的关系。对12章开始，上帝亚伯兰显现。迄个时阵亚伯兰伫甲上帝见面，上帝亲自来找亚伯拉罕。亚伯兰这个字原本的意思有淡薄仔亲像咱所讲的国父啦，你知无？国父也是家长啦，就是某一个代志的祖先啦，但是上帝伫迄个所在伫遐甲伊竞选，了伫当中伊甲伊显现，了显现了后，上帝就甲伊讲我会讲，你即马看会到这土地，后界我拢赏赐互你，所以你着离开你过去家己所行的，你所拜拜的神明。你即马来就近我，我有10分的证据，互你，甲你讲我是你的上帝。所以呢，亚伯拉罕伫迄个时阵听上帝的话，伊就做了一个人生的改变。了，伊就伫上帝伊显现了后，伊就起一座坛，专心甲家己献互上帝。你讲是伊献互上帝吗？另外一部分其实更较重要的是上帝安怎？大声敬了伊，上帝敬亚伯兰，亚伯兰回应上帝，所以迄个顺序，咱该调整互伊清楚。上帝亚伯兰显现了，亚伯兰讲：上帝我愿意相信你。上帝安尼来甲伊引带。了后的时阵伊阁继续行，等于到伫迄个所在，阁迁到伯特利的东边的山大帐棚伫遐。伫迄个所在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该，伊又搁伫遐为耶和华起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亚伯兰伊伫即个所在做代志，伊来到遮个所在，其实是伯特利外城，拢伫迄个时阵，其实迦南人拢住伫迄个所在。虽然伊住伫迦南人的所在，但是勇敢。有信心，伊对上帝有信心，伊所以就伫迄个所在做一项代志，起一座坛起来，来求告耶和华。
伊就是甲周围的人见证讲，阮是信上帝的。几年前的时阵吼，有一个我伫菜市啊，了我就去买灵应嘛，了吼，迄人就甲我讲一个代志，吼你买灵应要拜拜吼，我甲伊讲，我讲无人哪会要拜拜？伊讲今日7月15要拜拜啊！哎哟，我毋知。我买灵应毋是，我甲伊讲哦，我买灵应哦，毋是要拜拜啦。7月15我无咧拜。伊讲哈，你无咧拜哦，你毋惊哦？我甲伊讲是，我就对迄个时阵哦，开始甲伊讲福音啦吼。我就甲伊讲哦，安尼哦，伊就安尼讲哦，真正安尼哦。我就甲伊讲，若是会当哦，我其实会当过来甲你分享。伊讲好，安尼好，谢谢。哦，尾也就无去啊。我要甲各位讲的哦，就是讲。其实哦，咱会当着人分享见证，有诶时阵哦，一寡人哦信主耶稣了后，共款嘛是会吩咐因诶囡仔吼，讲，迄7月时啊吼，阴暗时啊，较莫出门咧，明明信耶稣啊，规家拢洗礼啊，嘛是会甲因囝讲哦，7月时啊吼，暗时啊毋通出去哈，毋好去海边啊，我会讲啊，毋好去海边啊，是逐个月拢毋通去啊，你知无？你若袂晓游泳的吼，较莫去就对啦。但是吼，逐个时阵嘛是会发生代志，逐个时阵嘛是袂发生代志。所以就斟酌。但是吼，阿伯兰伫迄个所在做一样代志是啥？伊伫遐通过献祭献互上帝，咧甲人证明一样代志。我甲恁相信的上帝，我有另外一位至权、至尊、至圣的主上帝。迄是阿伯兰献祭的目的。伊伫周围的人拢总无认捌上帝的时阵，伊通过祭坛的奉献，伫遐呢来上帝，来见证上帝。来讲，这见证上帝哦，你去做祭坛，安怎去做祭坛呢？即使吼，你若是去餐厅吼食饭的时阵，你着勇敢祈祷，知无？你伫餐厅食饭的时阵，勇敢祈祷。我甲你讲，你就是咧起祭坛啦。我有一个吼，伫咱庆中街遮吼，有一间叫做伊利的店吼。我有甲各位讲过啊，我伫迄个所在吼，伫遐我喊你食早顿，但是牧师娘讲吼，你足久啊拢无陪我吼，好啊，人咧讲啊，紧诶，陪人去食早顿诶。所以着去伊利的店遐，要食早顿，咧食早顿，毋着祈祷，祈祷了吼，着做伙食，食饱要去付钱的时阵吼，迄头家吼着甲我讲，有人结了，我错者讲奇怪，我啥物人，我着甲伊问讲啥物人，伊着讲迄门口要行出来咧，我着甲伊讲哦安尼，我着紧诶去甲伊问啊，伊着甲我讲牧师啊，你牧师哦，我讲嘿呢，你敢会知？伊讲我台南信教会会友啦，所以吼，伊着帮我介绍。所以我讲，你伫迄个所在安怎？伊就是讲哦，听到你咧祈祷哦，我牧师我听到你咧祈祷，讲奇怪，这个声足熟悉啊吼。结果就哦，廖牧师，所以哦，伊就顺续吼帮我附销啊。所以你起祭坛，你知无？你食饭起祭坛，就是我阁有一届的时阵哦，嘛是伫另外一间餐厅食结绍的时阵哦，迄人怎甲我问讲哦，你摊拄仔食饭有祈祷诶？我有看到，我甲伊讲嘿，因为我是牧师，伊就讲哈牧师哦，安尼我甲你拍90刀，所以我咧讲，你反正吼，你起祭坛，毋是为着别人替你付钱，毋是为着拍90。我要甲你讲的一件代志是，你起祭坛尊荣上帝，起祭坛的本身就是尊荣上帝，就亲像阿伯兰伫这个所在，周围的人食饭拢无咧祈祷嘛。但是你食饭祈祷啊，安尼就是啥？安尼就是咧起祭坛。你含人无共款，你敬拜咱的心咧食饭的时阵，咱是会晓感谢。咱有一位上帝，通过感谢，咱咧见证上帝赏赐万项物。我有一届的时阵嘛带乡亲出去即个游览嘛，带乡亲出去游览了吼，我祈祷的时候，就请教区长祈祷。祈祷我祈祷的时阵哦，通常来伫餐厅食饭啦，安尼公众祈祷的时候，我拢会祈祷上帝祝福，互遐餐厅的服务人员。了有一届的时阵咧，经理讲哦，
牧师恁足好呢，恁拢会替阮祈祷呢，哦，我甲伊讲，啊，恁为阮服务啊，阮当然爱为恁感谢，为恁祈祷啊。结果人就叫加送一罐果汁呢，伊拢毋知嘿。所以，我总是甲你讲啊，我毋是为着迄罐果汁祈祷，是祈祷才有迄罐果汁，安尼听我意思无？咱就是见证上帝，就是甲祭坛起起来，上帝就伫迄个所在来显明伊的权能，伊就会甲咱同在。所以了后的时阵哦，亚伯兰伊去到倒位吼，伊就是起祭坛，伊就伫迄个所在。我甲牧师娘吼阮对牧养的牧师吼有一个学习啊。伊讲，反正吼，你去倒位啊吼，咧带迄个饭店的时阵，去入去到迄个饭店，你要将行李放咧。第一项代志是啥？跪落来祈祷，感谢上帝赐福，互咱平安来到这个所在，求上帝赏赐，互阮会当伫这个饭店旅社这个所在有圣洁的生活。所以其实迄款画面甲上帝相连的时阵是非常的水，非常的水哦。所以亚伯兰伊是安尼一个祈祷的人。所以属灵的资产，伊就是透过这段。当咱会晓伫上帝面前求告上帝，今日咱所读的圣经内底讲，天使对这个亚伯兰讲：你毋通伫恁囝的身上来甲伊开刀哈。原来上帝甲亚伯兰讲，我已经赏赐你遮尔济。上帝甲伊伫迄个所在甲伊讲，安尼你敢真正认为我是你的上帝？所以上帝伫迄个所在，咱容易对上帝领受祝福，这是咱足容易啦吼。咱足容易领受上帝恩典，上帝甲咱照顾，上帝甲咱保守，所以咱会欢喜，相信上帝。但是其实这段毋是干那对上帝领受这恩典甲福气。咱看亚伯兰吼，伊领受上帝头先所领受互伊的是啥？是土地嘛。哦，上帝讲我甲这地拢赏赐互你。了后上帝甲伊讲，我要为你建立一个国家。亚伯兰迄阵囝孙佫拢总无咧呢。但是上帝甲伊讲，你会生一个囡仔。了，你知影吼，咱人吼，甲年老的时阵吼，得到囡仔吼，迄你莫讲年老得到囡仔，迄特别吼，你望囡仔的时阵吼，咱好不容易真正有一个囡仔来啊，吼，咱会足欢喜，咱会足疼惜，咱吼，甲伊惜命吼，所以伫当中哦，咱会安尼。亚伯兰嘛是安尼哦，总是上帝甲伊讲，安尼你将你所爱的囝。就是以撒。其实迄个时阵哦，亚伯兰有几个囝，两个囝，一个是含查某囡仔夏甲所生的，伊是玛利。了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是所生以撒。其实迄个时阵以撒拢20-30岁啊。了后上帝改，你看迄个已经哦，会开始会当继承事业啊嘛吼。伫当中伊安尼改，上帝安尼甲伊讲。了后，上帝甲伊讲哦，你行到个山顶遐去，伫遐呢，甲以撒献做祭，我甲伊收转来。亚伯兰来上，因遐对遐行到遐哦，安尼行爱行3天的路程哦。你人吼咧冲动的时阵哦，真容易做决定，但是冲动若过去咧，就歹做决定啊。所以带以撒行，以撒哦，定甲伊问一句话，以撒歹查嘛吼，了伊甲因老爸定问一句话，阮爸，迄茶伫遮，火把嘛伫遮，羊啊咧，要献祭伫倒位？你听讲因老爸若听到即句话的时阵哦，敢甲伊讲哦，囝，我你讲啊，上帝讲要爱你呢，即句话敢讲会出来？但是咧行3天的路程，伊直行到遐的时阵，伊去献伫祭坛顶遐，伊就甲坛起好，了后伊伫迄所在伫遐看，终其落尾，伊甲以撒讲，上帝要爱的是你，所以呢，伊就安怎甲伊绑起来，甲伊放伫祭坛顶，就要甲开刀啊呢。
迄个时阵，当伊举手起来的时阵啊，天使干怎，甲伊的手揢掉咧。天使甲伊的手揢掉咧，甲伊讲一点点啊，你都毋通伤害。圣经讲哦，即时我知影吼，你是敬畏上帝。其实即句话佫有另外一句真水的翻译吼，即时我互你知，你是敬畏上帝的。即时我互你知，你是敬畏上帝。有诶时阵，其实咱无影吼，真实敬畏上帝。咱伫咱欢喜诶时阵，咱会敬畏上帝；但是当牵涉到咱利益诶时阵啊，咱就无容易敬畏上帝。有诶人信主耶稣了后，感觉生活嘛是安尼啊，无改变啊。是安怎？毋是讲信上帝了后，生活会变做光明、变做好、变做水吗？我昨昨日看到一篇文章，真有意思。伊讲信主了后，就亲像咱拄着日头光啊，日头的光一直拢伫遐。总是咱信主啊，咱伫受洗迄一天拍到日头光，了后咱受洗了后，佮倒转来伫咱的暗间内底，了后咱拢无爱去互日头拍啊。了后咱讲，咱的生活无较温暖。问题毋是出伫日头无出来，问题是出伫我犹原佮秘伫暗间，无愿意出来互日头拍。亲爱兄弟姊妹，咱会明白这个代志无？当我信主了后，我佮活伫我家己的思想。犹原甲咱囝讲7月啊，毋通出去，暗摸黑白走。犹原讲，咱着爱较认真、较拍拼咧，欠较侪钱咧。我毋是讲钱毋好，我一再强调这样代志。我讲的这样代志，咱一定爱学晓上帝的美好。阮昨的时阵吼，咱台语堂的吼，遮兄弟姊妹吼，伫遮练歌嘛。练歌了的时阵吼，咱当中吼，就有一个吼，安尼大有疼心，你知无？吼，摕鱼丸仔就来分阮呢。我讲，你莫想讲哦，安尼牧师我后礼拜来参加台语堂敬拜团的哈。我讲，阮唱几十年才分到一包鱼丸仔尔，你是？更毋是牧师分的哦，这会害。了的时阵吼，阮就转去人分咱2包吼。我就要去楼顶的时候，我看到咱教会一位兄弟咧等因楼顶的囡仔，我就伫个所在佫甲一包吼，互伊啊。我伫迄个时阵吼，心肝有一个真大的感触啊吼。什么是这段？这段就是亲像阿伯拉罕，伊领受上帝的疼痛，伊会晓伫干哪，甲家己的去分享互人，甲家己对上帝所领受的献互上帝，迄就是这段，有能力、有效果的这段。有诶时阵，我若想讲吼，咱甲人讲足济，也是吼，我即马甲人讲足济。其实可能我将一包鱼丸仔互人吼，比我甲伊讲1点钟的道理吼，伊还佫会较会感受到上帝的疼痛。用一包鱼丸仔互伊，干那即个动作，可能比我对伊讲1点钟，咱着爱彼此相听，着爱分享互人，即个道理，干那一个行动赢过1点钟的道理。这就是这段，实际上的行动会互人亲自去感受到咱所信的上帝。圣经讲安尼，阿伯兰在献这物件的时阵，上帝伫当中亲自来引带伊。通过这段，上帝甲伊讲：你毋通杀这个囡仔。上帝讲：我会为你有备。伊讲看遐有一只羊，你着甲伊只羊公牵来，伫遮甲伊抬来献互上帝。
当咱愿意出手的时阵，上帝圣手会指示咱继续爱安怎样做。上帝咱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上帝的意念对咱是好。来，甲身边的兄弟姊妹讲，上帝对咱的意念是好的。来，所以呢，这个秘诀是啥物货？咱人拢会有一寡意爱。后壁咱迄个时阵，上帝甲伊讲，就是你所爱的迄个囝。有个人无一定爱囝，有个人是爱水衫，有个人是爱旅游啦，有个人爱这，有个人爱迄啦吼，大家爱拢无共款。但是上帝讲，迄个你所爱的物件，有可能安怎？成做你的偶像。但是上帝讲，将你上界爱迄个来献予我。迄是一个心智的决定。当咱真正愿意献予上帝的时阵，圣经讲亚伯拉罕受试验，伊就甲以撒献上，这就是欢喜领受应允的，将安怎家己的独生的囝献予伊。论到这个囝，捌有话讲，对以撒生的，才要称作你的后裔。古早的时阵哈，进前的时阵少的传道甲咱分享过这个代志，所以伫这所在伊伫遮怎啊，亲像圣经翻做讲，伊以为认，其实是伊安怎？伊认定伊确实相信上帝当互人对死过伊嘛安怎？亲像对死内底得到伊的囝共款。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奉献、敬拜、尊荣，是一个祭坛的行动。通过这个行动，咱咧经历上帝的丰盛。所以亚伯拉罕把迄个名号做耶和华以勒，就是讲上帝的确会有庇。一直到今仔日，人也阁讲伫耶和华的山顶有庇。请斟酌注意，耶和华的山顶是啥？是咱的心智决定对山骹一直行，一直行，一直行，行到照上帝话去做，该献起嚟。这叫做伫耶和华的山顶，是对山骹一直行。当咱行起到迄个所在的时阵，圣经伫迄个所在讲，论国、论土地、论百姓、论福气，上帝讲，我拢会大大加添予你。后壁咱的四座祭坛，上落尾即座祭坛是啥？咱的祭坛对头先有可能是呼求、求告、恳求，但是上界落尾是家己完全献起。这是咱国语堂一位姊妹或者淑婉姐，伊伫当中呢，伫这个礼拜五邀请一寡兄弟姊妹去迄个所在，了后伫遐来举行这个感恩礼拜。伊是伫台湾银行安南分行的经理，伊伫个所在邀请小金姐伫遐做串场，邀请孟纯传道的爸爸安阳牧师公同齐伫遐来分享做见证。了后，咱有一寡兄弟姊妹同齐做伙伫遐呢来同齐参与关怀。了，小阮经理讲这个代志讲甲阮这个外汇部这人这是咧外汇的毋知准是伊一工生理足好咧，伊就讲安尼坐甲满满。了，我有真斟酌看伫周围的这个人，因其实非常的用心。有一寡人是非常用心咧听音乐，咧听讲道。所以当我了后，阁问小婉姐，伊甲我讲对去年的时阵开始做，其实都有一寡人继续咧甲反对。到今年的时阵，因来一个妇女，迄个妇女对伊的误会阁较大。伊讲是安怎无爱拜拜，人拢嘛爱拜。小婉姐就甲伊讲。我无讲无爱拜我讲要拜嘛是会当拜，但是我要举行一个平安的礼拜，
但是咱无爱烧金纸，因为烧金，人这有这建基啊，甲伊教育了先讲诶，对。无烧金纸，我家不烧金子啊。所以伊讲无烧金，但是你要拜，恁我来拜，但是我要做一个平安礼拜，通过安尼来敬拜上帝，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是何等大！伊伫迄个所在起造这段，咱三甲做伙伫迄个所在见证主的名，伫上帝的厅内底，甚至伫这当中也有相关的报道。会当去伫这个所在为着人来求平安，所以当你有迄个权柄，你做一个家庭的主人，你会当建立这个权柄，你会当伫迄个所在甲上帝相同行。你若是店长，你会当安尼做啊；你若是家长，会当安尼做啊。咱伫什么款的位分顶面，咱会当做到安尼？迄就是祭坛。祭坛毋是来礼拜堂尔，阿伯拉罕的祭坛是头前三座祭坛求告上帝的名，第四座祭坛是甲家己完全献予上帝，对山骹行到山顶来经历耶和华以勒的主上帝。所以宣告上帝的祭坛，咱的社区有祭坛，每一个礼拜伫社区有祭坛的祈祷。友和日照中心每一个月有一届，咱伫迄个所在宣告耶稣基督的救恩。文南里活动中心每2个月有一届，了文乐游园游乐园区每3个月有一届。咱教会有真侪团契小组，同齐做伙咧做福音的事工，建立祭坛。咱呼求主，互咱的教会成做传福音、互人得救的教会。再来讲一届，咱的教会是听祈祷传福音的教会来。再来讲一届，别来听祈祷传福音的教会。所以咱伫这个事上爱出力，会当三甲做伙，邀请你来加入建造荣耀的教会。教会存在一方面透过礼拜，将荣光归予上帝。甲兄弟姊妹有好的连结，另外一方面是透过安尼来见证上帝，也互咱同齐来经历上帝的疼痛、上帝的权能。当你看到人来认捌主，当你看到伊的活命得到改变、得到祝福，你会享受另外一款属天的喜乐甲平安，迄是绝对有的。所以这一届的时阵咱去这个优活园区这届是少伟传道甲孟春传道因带青年做伙去。这个文南里的这个是礼拜5的香博小组幼儿日照中心嘛是香博小组。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三甲来，你会经历一个属天更较大的权能，伫心智上全然献上，经历耶和华以勒。赢过掠家己做欢喜，并且享受上帝得胜所赐福一切福乐。第2部分呢，讲到属灵的资产 ，Bible belief， 相信圣经，圣经是值得相信的。咱今日所读的经文内底讲，对答并且知影你对细汉就明白这圣经，圣经互你信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毋是互你。毋是干那，互你有得救的智慧。圣经写讲，互你有得救的智慧，是讲你上界落尾，你会得到救。但是圣经互咱的啥？咱的人生内底要怎样？咱的人生内底有真侪缺无？咱毋望成做伟大，这是上帝所赏赐互咱的。但是咱要怎成做伟大？遵守耶和华上帝话语的人，是上界伟大的。咱行上帝的话，咱就成做祝福别人的。咱会发现这样代志，真正祝福世界的，才是伟大的人。咱的上帝祝福赐恩，创造整个宇宙，所以伊是上界伟大的上帝。上帝是主爱的上帝，对人有疼惜，有美好的画面的分享。所以圣经伫这个所在亲自来证明讲，伊是上帝
所甲咱教示的，教示咱督促咱做毋对的时阵，互咱会当归回正路，伊引带咱学美好的代志。所以伫即当中，你会通看到，因信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咱学习成做上帝的完全人。咱要怎样成做完全？是透过读圣经，所以咱会通有一日会当啦。有得救的智慧，是因为咱行逐样上帝所欢喜的代志。所以这部分内底是完全连做伙。通过读圣经，咱会去认捌上帝；通过认捌上帝，咱会学上帝所欢喜的代志。咱会成做完全人。安尼，咱到伫人生的终局，咱会有得救的智慧，有得救的确据，咱会有实质甲上帝三甲同行。咱对9月12号甲10月16有这个属灵高强度的干涉的训练，SHIIT 年度的第2阶段，全国祈祷网络伫顶半年会有一届，下半年有一届。那今年下半年是对9月12甲10月16，拢共35天。35天呢，每一天抄写圣经一摆，对抄马太福音甲弥迦书，拢共35章，会当写200字以内的读经的心得。第3部分是为了教会，为了新人的教会，为了总统，为了教会牧师中级来祈祷。新人的教会，所谓新人的教会就是这个外邦的基督徒，甲犹太人的基督徒同齐做伙连结起来，一直到有一天，以色列的这百姓成做基督徒，一直到世界各国所有的外邦人，犹太人是选民。除了犹太人以外，拢总是外邦人。咱嘛是外邦人，虽然咱信耶稣，但是咱嘛是外邦人。所以，这外邦人的教会，甲犹太人会当代表犹太人的教会，甲会当代表外邦人的教会，有一日因有法度完全三甲联合的时阵，上帝的权能会大大显明。见证伫这个世代，甚至伫迄个时阵，真有可能就是基督降临的日子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为着将来，为着现在，咱训练咱家己，会当成做上帝欢喜的百姓，殷勤读圣经，互咱会当行伫上帝的道路，咱甲上帝三甲同行，互咱会当完全。互咱有备心，咱会通赢得上帝所赏赐的能力权柄。求主伫这事上，咱有一款生发出来，这款的信心，生发出来这款的脚步，亲像咱的天父遐尼啊伟大的伟大，毋是咱伟大，是上帝的伟大。所以勇敢来为人祈祷。这礼拜5迎暗的时阵，我咧聚会这个约书亚小组伫教会咧聚会，了后就位兄弟走来甲我讲牧师，我真正感谢你。我甲伊讲是安怎？伊就讲礼拜日我要出门的时阵，我要转去的时阵，出到门口的时阵，牧师你就甲我牵手甲我讲要为我祈祷。伊就讲我就伫迄个时阵，我就甲牧师做伙祈祷，佮因太太嘛做伙伫遐祈祷。祈祷山的时阵，伊讲迄一天，伊就尾因为伊有迄个身心这个失眠的代志，所以尾手的时阵上帝就真正互伊找到一个好的医生。了后呢，伫当中伊伫即礼拜以来迄个生活的治事做了进行了非常的好势。伊就讲牧师，我知影你一定会讲毋是我做的，是上帝做的，但是我嘛是要感谢牧师。亲爱兄弟姊妹，毋是牧师做的，是上帝做的，这是事实。但是咱三甲伫上帝阳光内底同齐有分嘛？所以这就是一个参与伫上帝国度内底。
毋是牧师逐届祈祷哦，拢会发生新者。但是我嘛是要继续勇敢为人祈祷啊，因为咱会伫祈祷当中安怎去经历这段的真实，伫祈祷当中，咱会真实去看到上帝。因为我相信圣经所讲的话，哦，上帝会通过伊的话语来应允、来成全。所以呢，咱认真读圣经。过去的时候读5章、读10章，全国祈祷网络吼，即马就是讲哦，咱认真家抄写。以前用读，即马搁较侪思考，所以一工读1章，安尼思考来家写。你讲有啊？人我有抄呢。你再敢看有阿伯拉罕的后裔，代表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阿伯拉罕生以撒，我有抄呢，我有认真抄呢。啊，一定。所以哦，安怎？你嘛会当开始抄啊！有个人哦，检查无一定哦，马上会嘛吼。但是哦，咱就当开始写，开始抄。所以你若是吼无买到册啦吼，有诶是有买到册啦，有诶是无买到册。无买到册用啦，无要紧。我这嘛毋是用册买，毋是用册写的，我这是用啥？用迄落迄 A4 的吼。一面有印的，后壁面无印的，我就干那用迄写尔。你嘛是咧抄圣经，你也认真抄、认真读，求主帮助。即句话这是盛小梅有一首诗歌讲：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其实我讲即句话有问题，你知无？即句话伫神学顶面是有问题的啦。比如讲圣经内底有一句话讲偷来的水是怎样？偷吃的饼是好的啦，偷喝的水是甜的啦。这句话是真的假的？这句话在神学上是有问题的啦。但是我要跟你讲咱知影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对着圣经内底所写的话语，咱伫历史当中看到上帝的心意，并且照着上帝的心意去行，这是啥啦？人生得救、平安、幸福的秘诀。所以安怎样呢？咱的确得爱殷勤读圣经，殷勤抄圣经，殷勤安怎思考圣经。来，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来哟，读圣经哦，甲伊讲，甲伊讲哦，来抄圣经哦。来哦，来练字哦，紧的哦，练好较水的。所以。认真读圣经，第三就是诗啊，covenant 盟约。上帝甲咱立约是为着要听咱，上帝甲咱立约是为着要听咱。耶和华讲你若有法度挡掉日头互伊莫震动安尼你就知调甲我含人所立定的约安怎完全甲伊拆开去。亲爱兄弟。上帝约无人有法度甲伊阻挡。但拄则咱讲上帝对咱所怀意念是啥？赐平安的意念。伊既然要甲平安赏赐互人，敢有人会当甲咱挡掉咧？无法度。上帝伫迄个所在讲到落尾的时候讲即使你若有法度安尼做，你当废弃我甲阮仆人大必所立的约，互伊无子孙没有儿子这个儿子其实是后裔啦，子孙啦，还是种子经济。是讲大必我和大必立约将来你的子孙一定会做王，并且世世代代做王。来，咱安尼看的时阵你知影，这上帝讲安尼了无？伊讲若是我道，你就当废掉我甲侍奉我的祭司。什么意思呢？昔史大必的后代，若无一直做王到永世。那呢，你就当废弃我侍奉我，废弃我甲侍奉我的祭司甲利未人所立的约。这句话的意思是啥？这句话的意思毋是上帝安怎废掉伊的约是啥？是讲昔史你若是有法度，互日头无转色，你就当废掉我甲我的仆人好大必伊无子孙坐伫王位。咱
那么即句话意思，并且会当废掉我甲我侍奉我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即句话意思，即句话意思咧表达啥话？就是表达对安尼的时阵以后安怎？因为我无去啊嘛，因为君王无去啊嘛，所以利未人甲祭司敢有存在必要？无存在必要。所以敢会有祭司甲利未人咧侍奉君王？侍奉永远的王，无嘛？因为大笔已经无子孙啊，安尼上帝就是假的嘛。所以安怎？利未人甲祭司拢毋免存在，但是上帝讲啥？有祭司有利未人会继续侍奉我，因是安怎会当继续侍奉我？因为有大笔的子孙坐伫王位，并且是坐到啥物时阵？永永远远。大笔的子孙啥物人？咱谈拄啊，你也看谈拄啊，这个所在哈，即句话，马太福音第1章第1节，阿伯拉罕的后裔，大笔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有无？这就是伫这个所在讲啥？大笔的子孙，大笔的经济，大笔的后裔，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做王做到啥物时阵？做到永永远远。所以侍奉上帝利未人甲祭司会有存在无？会。因为上帝约安怎永远有效，所以这就是盟约，这就是上帝所要赏赐予咱的盟约。来，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上帝约永远有效。甲伊讲来，伊听你的约束嘛，永远有效。甲伊讲，所以呢，互咱会通伫这个事上内底看见。上帝讲啊，咱无法度，所以但是伊有法度，并且咱会当做。耶和华上帝大能者，伊甲伊安怎？伊绝对袂讲白贼，嘛无抵到后悔。伊毋是世间人，所以伊袂后悔。袂后悔的意思是啥？伊无啥物代志做袂到。伊所讲，伊安怎讲，伊就一定会安怎样啊成就。你看即两个手指哦，立约毋是安尼哦。这是咱人的约，咱人的约是安尼藏咧，啊，捌开就捌开啊。但是上帝的约是安尼，是安怎？这两个是夹做伙哦，这两个是安怎？这两个哦，做塔做伙的啦。这两个哦，做啥？夹做伙，塔做伙甲夹做伙安怎？无共款啊。这随时捌开就随的，这有这契约啦，这有这盟约啦。契约就是后好安尼，咱安那无啊。但是盟约是啥？盟约是连做伙的，所以这是世间人的爱情观，拆掉无去，啊，我足伤心。但是这是啥？这你若是硬要甲伊剥开的安怎？一定拆到安怎？老血老底。立约毋是一人出一半，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是甲两个啥？完全的你，完全我，安怎？完全甲伊割掉咧。只要有任何倒一方来失信，拢一定会造成伤害、拆裂、甲信任的丧失。有时阵咱会做袂到，但是上帝就是互咱拆甲喙糊糊。咱有甲上帝拆甲喙糊糊无？我甲你讲，绝对有。耶稣是为什么人上十字架？为着江伟兄，无为着廖牧师，其实是为着廖牧师啦。毋知为着江伟兄无，我毋知啦。江伟兄可能无犯罪，犯遐济，所以是安怎？我甲钉钉伫耶稣的身躯顶，耶稣互我拆甲喙糊糊，拆甲流血流地。但是上帝并无安尼来离开我，所以上帝约是安怎？永远有效。圣小梅佫唱一句话啊，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安尼知无？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恩典是啥？恩典就是上帝虽然互咱拆甲喙糊糊，但伊永远无违背伊的誓约。以色列人背叛上帝的约，
终其落尾，上帝佫甲伊带倒转来。上帝坚持用性格的听你听我，因为伊是无背约的上帝。任何人离开上帝，上帝一定会艰苦心。但最终离开上帝的人会迷失，迷失伫家己的选择，会后悔，后悔伫伊无听上帝的话，甚至更较可怕的一样代志是，伊无反悔的机会。有的时阵，亲爱兄弟姊妹，你捌看过一款车号无？迄车号哦，就是安尼，车伫安尼驶。这边则是红青灯，哦，这是青灯，安尼咧驶，青灯安尼驶。啊，了后的时阵哦，一台车头先的时阵哦，看到拢总无嘛，开甲非常紧，对远的所在哦来，开甲非常紧。结果的时阵哦，这台车哦，愈来到遮的时阵，伊安怎？硬要动，敢动会调？一动咧，涂骹规个拢总乌顺，佮呛烟，啊，倒啦，嘛是弄落。伊毋是无爱反悔。伊是啥？无机会反悔，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记哩上帝约，但是咱毋通将着上帝约解当作凊彩，伊抑个会当服务服侍的机会，就赶紧倒转来。上帝讲。我知道我永远我救抓，我的确无喜爱恶人死亡。我所欢喜的是恶人、歹人离开伊所行的道，安怎来得到救，佮活起来。上帝讲：活头吧，活头吧，离开所行的歹，何必死亡呢？亲爱兄弟姊妹，咱的这段内容是啥物货？我所相信的是我的神，还是上帝是我的相信？这两个无同款哦。我的神是你爱照我的话去行，你若无照我的心意去行，安尼你都毋是我的神哦。这就是甲民间信仰同款。但是耶和华上帝是我所相信的，这是无同款的。上帝是我所相信的，伊是主体，我是相信伊的，绝对相信。幸福，亲像亚伯拉罕，甲家己上介爱的，因为伊堪得到这物件，所以伊甲这全部拢奉献了上帝。了，名约是双方面的，上帝对咱的听是有期待的，伊期待咱变好，伊期待咱变作有能力。有官兵为人祈祷，人的病会好。咱三甲做祈祷，咱的亲友因的全家会得救。咱甲人三甲同行，伊的心会得到安慰，得到鼓励。为愿主帮助咱。这段是对领袖祈祷、敬拜了后咱的献上。相信圣经是爱读明白顺坦，咱就会得到平安。就得到永远活。明约的爱是离开所行的歹，活头倒转来，甲上帝同行得伊的保护，并且上帝的守约为你征战，拯救你到底。再一解讲呢，属灵的资产 ABC、Altar 这段 Bible 圣经相信 Covenant 明约。上帝约属灵的资产 ABC， 求主帮助咱，互咱会当记牢、刻铭伫咱的心。三甲仔头来祈祷，主你的听伫阮当中成就一切美好，因带阮，互阮对着恳求的这段、奉献的这段，成做一个完全甲主同行。阳光主性命的这段，无论伫什么所在，阮就伫迄个所在，甲主连结，透过祈祷建立这段，愿得享上帝你的阳光。主会互阮相信圣经，殷勤读明白圣经，
互阮照住你的心意来行。安尼，阮的活命就会得到平安隐藏，得到助力为阮征战，享受阮永远的平安，并且要看见你救阮救到底。愿阮一生的年日对你来行，诚做你的欢喜，诚做你的见证。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毋知有新来兄弟姊妹无？是无？咱即时三甲做伙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咱三甲起立来吟唱诗歌。我要甲主做伙行。我要甲主做伙行。经过溪水爬山岭，有伊做我的牧者，什么代志拢免惊。无论是福也是苦，拄着日头甲风雨。万事有伊在照顾，我是放心来交托。我有耶稣，一世人甲我作伴，伊的疼痛永远袂散。予我心灵真正快活，一路上神的祝福，足足满满。我要甲主做伙行，伊的需要伊知影。当行过日日夜夜，伊的恩典真高雅。我无家己的竞选，一切拢是伊掌管。但愿我心的完全。爱伊对伊到永远，我有耶稣，一世人甲我作伴，伊的疼痛永远袂散，予我心灵真正快活。一路上神的祝福，足足满满。愿全能的主上帝亲自伫祭坛顶来纪念你所献上的一切，佮伸出伊的圣手，指示你应该行的道路。为你备办所有的一切，接纳你所有的奉献，美好的良善，佮愿意照着伊永远的约，亲自成就一切疼痛、救恩甲丰盛的恩典，加添伫你甲你的全家，互你倚靠主，行伫伊的话语，互你殷勤读上帝的话，互你的人生充满力量、恩典，并属灵的福气，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
今日咱第一堂的礼拜到这告一段落，上帝祝福大家平安。